歡迎大家，我哋今日嚟睇下科學家 Leo 嘅故事，睇下佢點樣學識珍惜時間啦。Leo 大個咗，做咗科學家，仲發明咗一部時光機。不過佢個心入面一直有個遺憾，原來佢細個嗰陣好鍾意打機，成日掛住玩，冇好好陪過爸爸媽媽。而家爸爸媽媽已經唔喺度啦。Leo 好後悔，於是佢決定坐上時光機返去以前。時光機一開，Leo 返到去細個嘅屋企，佢見到當年嗰個淨係識打機嘅自己。媽媽攞住杯熱牛奶行埋去，但係細個嘅 Leo 頭都唔抬，一手就推開咗。爸爸攞住羽毛球拍想同佢玩，細個嘅 Leo依然掛住望住個熒幕。大個咗嘅 Leo 想行埋去阻止，但佢發現自己只係一個影。Leo 終於明白，過去嘅時間係追唔返㗎，最珍貴嘅其實係當下有人陪住你嘅時光。佢返到去現在，對住張全家福微笑。由今日開始，佢決定要好好珍惜每一刻啦。